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位於薄扶林1560尺嘅單位。一家人生活需要一啲私人空間，亦都需要彼此互動嘅空間。今次項目嘅客廳係用緊一啲低反射嘅顏色，由客廳嘅灰色調過到去飯廳嘅暖色調。喺自然光嘅照射之下，已經可以好自然咁樣過到客廳同飯廳兩個空間。原本嘅單位會有一條好明顯嘅橫梁，設計上面我哋就將冷氣收埋咗喺橫梁入面，再做埋假天花，弱化咗橫梁對於兩個空間嘅區間，令到整體空間都更加一致同埋和諧。為咗拉近一家人嘅距離，客飯廳同埋書房就用咗半腰玻璃牆身做區間，可以增加空間嘅通透感。打通書房窗戶同埋客廳嘅光線之餘，更加重要嘅係俾戶主喺書房工作嘅時候都可以見到屋企人。戶主夫婦想兩個小朋友喺年幼嘅時候盡量拉近關係。所以我哋將兩間小朋友房中間嘅牆身改成咗接趟間隔，可以變成一間大房，亦都可以分隔成兩間細房，等小朋友第時大個咗，等佢哋有更加多嘅獨立私人空間。主人房就做咗大量嘅儲物空間，將原本嘅窗台修飾做梳妝台。睡房係一個令人休息嘅空間，比較適合用一啲天然嘅元素做設計。牆身亦都封上咗圓角木皮，視覺上就同懸空設計嘅圓角衣帽間互相呼應，令到成間睡房嘅感覺更加自然和諧。今次嘅設計想為戶主打造一個寬闊而又有彈性嘅空間感，打通咗家居間隔之餘，更加打通咗家庭成員之間嘅邊界，令到一家人嘅關係更加親密。